2014年7月开始，会在景梅村加湾部落的一个角落中响起了热闹的声音。藤编是传统太鲁阁族男子最拿手的工艺，编器多为生活时宜用的工具，藤材多是取材于山林，现在多为进口藤。传统上，男孩从11、12岁开始跟着长辈学习藤编器物，早期在太鲁阁族生活中占极重要的位置，也是太鲁阁族工艺文化的特色之一。部落营造协会因着火力部落的计划办理藤编课程，让藤编文化不再是书本里的知识，而是确实的活现在族人面前。现今传统编织方式已广为人知，鼓励部落男女老少为自己的文化多尽一份努力，让美丽的传统藤编不要流失了。记者 Jimmy Mickey 加湾部落感动报道。